大家好，我係 Cinespot 動映地帶嘅影評人 Kantorates。今日咧有我同大家去講評影視作品。嗱，咁今個禮拜咧，我同阿 Michael 嘅時間咧就唔係夾得好好啊，咁所以咧佢就冇辦法去參與我哋今次嘅影評啦。但係咧我哋之後下個禮拜咧就講專題，佢都會參加嘅。點解會講專題呢？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之前新片速遞嘅節目都知道啦，即係喺今個月咧，我哋嘅節目咧就想做一個年休啊，即係休假。咁所以我哋之前就錄定咗啲節目，之後幾個禮拜咧就會陸續推出。當中都係啲比較專題性質嘅節目啦。但係都同最近上映嘅一啲電影有關嘅。究竟係咩呢？先賣個關子啦。等下個禮拜即係出片嗰時咧，就大家就會知道㗎啦。嗱，咁講翻今個禮拜啦，我哋主要都係講翻三部戲啦。當中有一啲就係其實之前一兩個禮拜上嘅戲，再有啲就下個禮拜會上嘅戲。好可惜呢個《風林火山》咧就喺呢個美國仲未有上映嘅，所以都仲未有機會睇到。冇辦法參與呢一個爭議性嘅討論啊。希望之後如果真係推出嗰時候咧，我哋可以盡快睇到就可以補翻講啦。嗱，今個禮拜講三部戲，第一部就係西片啦，就係都有啲爭議性嘅，就係呢個一戰再戰。不過佢嘅爭議咧，我諗就喺香港就唔係太多人講啦。但係喺歐美咧，其實都有啲反應嘅。點解咁講咧？一陣大家去分析下啦。之後就講翻一部劇集啊，就係之前都係呢個新片速遞度介紹過嘅呢個《今際之國的有妻》嘅第三季。呢個系列咧，其實之前兩季我哋都有睇啦，其實都非常之中意嘅，即係個原著漫畫咧，亦都係非常之吸引嘅。今次拍到呢個第三季啦，之前就講過啦，就係呢個原創劇本啊。今次有冇出事呢？咁同大家又講下啦。最後就講少少，即係喺呢個新片速遞都有介紹過嘅呢個梅艷芳 4K 修復版啦。呢部戲咧，其實當年都有一個唔少嘅意義啦，票房亦都非常之理想嘅。我哋又同大家去重溫一下呢部戲啦。嗱，首先就講咗呢一個一戰再戰 One Battle After Another 先啦。呢部戲咧就由呢個美國導演 Paul Thomas Anderson 去執導嘅。呢個導演嘅來頭都唔細啦，亦都係唯一目前為止喺歐洲三大影展攞到大滿貫最佳導演嘅導演嚟嘅。即係話，即係佢喺呢個康城、柏林同埋威尼斯咧都攞過呢個最佳導演獎嘅。佢呢個成就亦都係前無古人啊，暫時都後無來者。我睇翻佢以前啲嘢咧，其實即係雖然佢都有唔少佳作啦，但係咧即係好可惜地咧，我就唔算係一個 fans 嚟嘅。好似佢之前最初期比較成名啲嘅 Boogie Nights 啊，或者之後嘅 Magnolia 啊、Punch Drunk Love 啊、There Will Be Blood 啊，又或者後來啲嘅呢個 Inherent Vice 同埋呢個 Licorice Pizza 啊，即係呢啲戲雖然我都有啲有睇過，但係印象就唔係太深刻。所以今次呢部咧，其實我當初嘅期望就唔係太大嘅。但係睇完咧，我感覺上咧就比我想象之中叫做好啲啦。即係始終呢部戲都有成2個半鐘頭咁長，當初都有啲擔心嘅。大家都知道而家啲戲越嚟越長，次次都睇到差唔多生痔瘡咁滯，又或者即係睇到腰酸背痛。所以呢套戲2個半鐘咧，其實開始都有啲擔心嘅。但係雖然如此啦，但係即係作為一個咁長篇史詩式嘅長度咧，其實成套戲嘅節奏都幾明快嘅。故事好明顯啦，就係講即係美國一啲極左同埋極右勢力之爭啦。開頭就講翻即係上世紀70、80年代嗰陣時，即係 Leonardo DiCaprio 飾演嗰個革命分子啊，同佢個黑人女朋友咧，為咗佢哋嘅追求嘅自由理念咧，就係要做一啲比較叫做離經叛道嘅行為啊。相反咧，呢個 Sean Penn 代表嘅呢個極右勢力咧，就參與咗呢個白人至上嘅組織啊，就專門去獵殺呢啲所謂極左嘅分子啊。所以就引起呢個兩派嘅大戰啦。其實呢個題材咧，可能即係香港觀眾就未必話非常之感同身受啦。但係喺美國咧，其實都幾切合翻而家嘅政治環境嘅。所以咧，即係觀眾咧，其實個迴響都唔細嘅。當中咧，佢亦都否反映翻啊，即係而家當下呢個政治亂世之下，即係極左同埋極右兩派人士嗰種癲狂啦。所以係有一定嘅現實意義嘅。我諗好多觀眾啊睇到呢部戲，其實都會諗，即係究竟即係你話編導其實係偏傾向邊一邊呢個立場。如果大家而家都知啦，即係逢係啲政治問題都要講立場噶嘛。如果你冇立場的話咧，就會俾人覺得你係一個左搖右擺啊，又或者係唔受歡迎嘅。就算你冇立場，都要逼到你有立場嘅。所以好多時即係觀眾都會問，究竟即係編導係有啲咩想法咧？又或者會傾向邊一面咧？其實今次呢一部戲比較特殊之處咧，就係兩邊嘅講法都有啊。例如有一派嘅人就覺得，即係導演今次嘅做法就比較叫做持平啲、中立啲，對於極左同埋極右都有一啲批判嘅。例如對極左派咧就有唔少嘅嘲諷啦，即係好似裏邊講到佢哋都有時都幾不近人情啊，即係喺呢個咁危急嘅情況之下，仍然只認呢個密碼就唔認人啦，又或者行事都比較固執衝動啲啊，即係放炸彈呢啲行為亦都好似恐怖分子咁樣啊。
咁對於極右方面咧，其實亦都有好大嘅批判性啦，即係講翻呢啲白人優越主義嘅人，即係用呢個權力啊同埋軍隊去殘害異己啊，對啲叛徒咧亦都絕唔手軟嘅，非常之陰濕同埋冷酷嘅。所以佢對呢兩方面咧，其實都有啲比較負面啲嘅描述啦。咁啊，但係咧，咁我睇完就覺得咧，即係雖然表面上啊導演咧，其實嗰個做法咧都係比較算係盡量持平啲啦。咁但係咧，咁其實都有少少偏向翻呢個左邊嘅。咁點解要咁講咧？就係話其實雖然戲裏邊嘅極左分子咧，即係都好暴力啦，又或者都有唔少嘅人性缺點啦。咁但係佢哋嘅出發點咧，就係所謂即係 for the right cause 啊。咁所以咧，佢就為咗正義咧，就即係基本上係可以打橫行嘅。咁但係相對嚟講咧，即係呢個極右主義咧，就本身就係一個種族主義啦，即係所謂佢哋支持嗰個種族滅絕嘅思想啦，即係對呢啲少數族裔即係一個攻擊啦，可以話係一個原罪啦。咁所以咧就係編導就其實有少少就好似透過呢個戲想話俾大家知咧，就係呢兩方面，即係雖然佢哋都有唔少嘅缺點啦，咁但係有一個本質上嘅分別。咁所以就點解即係大家睇嘅戲嗰時咧，有時就會覺得即係雖然即係兩派都有好多醜陋嘅一面展示出嚟啦，咁但係即係可能大家會同情翻 Leonardo DiCaprio 代表嘅呢個極左嘅勢力多過阿 Sean Penn 代表嘅極右勢力。咁另外當然亦都同佢個人物嘅設計有啲關係啦。咁戲裏邊雖然阿 Leonardo 咧，即係佢嗰個角色咧就比較頹廢啲啦，即係又吸毒啊，個形象又比較差啲啊，即係外形又比較糟糕啲啊，有啲邋遢啲啊。咁但係咧，其實佢睇翻佢裏邊咧，其實都非常之有情有義啦。即係不論對佢個愛人，又或者對佢個女啊，都係非常之情深意重嘅，仲要拼死去救人，即係非常之有一個人格魅力嘅角色嚟嘅。咁相反，對於呢個 Sean Penn 嘅描寫咧，就比較即係冷酷啲啦。即係呢個人物就不但係比較殘忍啲啦，亦都有少少性變態啦，又或者為咗自己嘅前途啊，甚至唔顧呢個血親之情啊。咁亦都即係某程度上反映翻即係呢個極右分子嘅一種所謂變態嘅心理。即係咁啊，可能因為呢個兩個主要角色嘅即係描述一個好大嘅差異啦，咁令到觀眾睇嗰時咧就可能有啲潛移默化，就對呢個Leonardo DiCaprio 代表嘅極左分子咧有一種同情嘅心態，而相反咧就對呢一個 Sean Penn 代表嘅白人優越主義分子咧就有一種厭惡之情啊。咁所以就我哋話點解即係呢部戲雖然好似表面上好持平咁將兩派嘅缺點啊，或者佢一啲即係唔光彩嘅地方都有展示，咁但係實際上大家睇落去嗰時候咧就會不其然咁樣去偏向去同情啊，或者傾向去支持翻去Leonardo DiCaprio 代表嗰一派咯。嗱，咁講翻嗰個導演嘅表現手法啦，咁今次咧，我覺得其實佢都幾兼顧到呢個通俗娛樂性嘅，尤其是影片嘅前半部啦，主要即係講翻即係阿李安納度同佢個女朋友，即係當初係喺呢個從事呢個革命事業嗰陣時啦，咁啊裏邊導演都用咗即係類似 music video 嘅風格啦，即係有啲地氈式嘅配樂啊，即係將呢一個革命分子嘅所謂惡行啊，有少少浪漫化啦。咁啊，相對嚟講，即係電影發展到中後段之後咧，就講呢個 Sean Penn 加入咗呢個白人優越主義組織裏邊咧，其實成個描寫咧就比較冷酷啲。咁啊，亦都係頭先咁講啦，就變咗即係從呢個潛意識上邊咧，就會影響到觀眾對呢兩個人物或者佢代表背後嗰個勢力嗰個睇法啊。咁呢方面大家其實都可以留意下啦。咁啊，另外講翻呢一個演員嘅演技啦。咁啊，當然唔使講啦，兩個都係呢個奧斯卡影帝級人馬。咁但係我諗好多人都會認同啊，始終都係薑越老越辣啦。即係呢個年資比較資深啲嘅呢一個Sean Penn 啊，佢做呢個角色咧，其實係比較好睇啲嘅。雖然一個大反派啦，咁但係大家睇戲都知啦，通常啲反派都係吸引過啲正派嘅。咁今次呢個 Sean Penn 都係一樣啦。咁啊，再加上即係阿 Sean Penn 今次個身形啊，嗰個樣貌啊，各樣其實都保養得幾好啊！即係雖然當然佢有翻咁上下年紀，個面上面都有啲唔少皺紋啦。咁但係睇翻個身形啊，又或者睇翻成個即係個氣勢啊，即係個氣場啊，感覺上其實係都仍然係一個好有力量嘅演員。咁啊，相反今次阿 Leonardo DiCaprio 可能佢嘅角色 suppose 係一個吸毒又有啲頹廢嘅老豆啦，咁所以即係爛塌塌啲嘅造型。咁啊，再加上戲裏邊嗰個演繹方法咧，亦都係比較叫做大開大合啲。咁啊，同阿 Sean Penn 嗰種陰險啊、嗰種勢力咧，係有一個對比嘅。咁啊，感覺上就阿 Sean Penn 會比較出色啲。咁啊，Leonardo 咧就即係爭少少啦。咁啊，另外亦都講少少技術上啦。咁其實如果大家有睇過呢部戲，一啲即係製作資料都有提過啦。導演其實都希望即係盡量少用啲 green screen 啊或者電腦特效啊。咁所以今次佢啲攝影咧，盡量都係用翻比較傳統啲嘅拍攝方式，包括用咗呢個荷里活經典嘅 Vista Vision，即係呢個菲林去拍啦。咁尤其是裏邊有好多最後追車嘅場面啊，佢都係用一啲
比較土炮啲嘅方法啦，即係用啲模型先係演練一次，然之後咧再真實拍。咁所以嗰個感覺上咧，就同大家即係近來睇好多呢啲，即係多啲用電腦特技啊，又或者呢啲 green screen 啊，甚至係 AI 嘅戲咧，係嗰個實感係強好多嘅。咁當然啦，始終呢部戲嘅賣點又唔係話全部賣呢啲槍戰啊動作嘅，咁所以都係睇翻演員為主啊。咁所以今次總結嚟講咧，就算你對呢個政治未有咁大嘅興趣啦，咁純粹睇呢個李安納度同埋呢個 Sean Penn 鬥戲咧，其實都有啲睇頭嘅，都值得一睇嘅。咁所以呢部戲整體嚟講都有少少推薦嘅。咁呢個劇集咧，其實就係改編自呢個麻生羽女嘅漫畫啦，後嚟都拍過動畫。咁啊，劇集版咧，其實之前兩季都幾受歡迎嘅。咁但係當時咧，就喺呢個魷魚遊戲嘅陰霾之下啦。咁始終魷魚遊戲係即係全世界都大受歡迎啊嘛。咁佢咧其實差唔多時期推出。咁我記得嗰個點擊率都唔錯嘅。咁但係始終有呢個豬肉在前，咁所以受關注程度咧就比魷魚遊戲低少少。咁啊，最近呢個魷魚遊戲就出咗二三季啦，咁呢個今際之國咧，亦都出埋呢個第三季嘅，咁令到大家咧都有啲唔少嘅諗法啦，即係話之前魷魚遊戲二三季咧就炒咗車啦，即係個評價都非常之麻麻嘅，即係大家都覺得有時啲續集就未必夠第一集咁好，咁啊，所以今次呢一個今際之國啲有妻又會唔會好似同一命運咧？即係尤其是即係頭兩季，即係第二季嗰個收尾都算即係已經係咩啲悶悶地㗎啦，咁今次呢個第三季會唔會即係一塌糊塗咧？咁啊，睇翻今次嗰個製作名單咧，其實台前幕後基本上都係原班人馬啦。即係呢個導演就係呢個佐藤信介，即係之前都拍好多動漫改編嘅電影嘅。咁啊，演員咧就男主角同埋女主角啊，呢個山崎賢人同埋呢個土屋太鳳咧都再次參與。咁但係其他嘅演員咧，即係其他啲遊戲嘅玩家啊，又或者佢嗰個反派咧，基本上就嚟咗一次即係換班啦。就之前嗰啲角色咧就冇乜點參與㗎啦。咁但係雖然係冇乜啦，咁但係如果大家睇晒六集的話咧，都會發現咧，其實之前嗰幾集一啲經典嘅人物咧都有出場嘅。咁只不過佢哋嘅出場嘅時間就唔係話真係咁多。咁啊，可能即係如果大家都要對之前嗰幾集嗰啲角色咧，即係好緬懷嘅話咧，就可能會有少少失望。咁啊，雖然如此啦，咁但係始終呢套劇除咗人物之外咧，最重要都係啲遊戲啦。咁亦都係呢個漫畫最吸引嘅地方啦。咁啊，睇翻今次嗰個改編咧，咁啊雖然即係之前嗰兩季主要就改編自漫畫嘅原著啦，咁但係今集嘅主要劇情咧就係新編嘅。咁但係有啲人就即係都會質疑啊。咁其實記得當時漫畫個正編完咗之後咧，亦都透露出咗一個外傳，一個講翻即係十幾年後，即係主角結咗婚之後，再切入翻個遊戲裏邊嘅。咁當時即係聽到話呢個有第三季咧，其實都有啲懷疑係咪會改編呢個即係漫畫嘅外傳咧？咁但係實際上咧，即係今次睇翻成個劇就知道啦，就唔係嘅，就係呢個劇本咧就主要由呢一個劇組人員咧就重新即係全新製作嘅，咁同漫畫版咧就冇好一個直接嘅關係。咁但係雖然如此咧，但係其實都有少少關係嘅。咁依家我哋講到個遊戲嗰時，可以再詳細講一講啦。嗱，咁講翻個劇情先啦，就係講到即係阿主角啊，即係山崎賢人同埋呢個土屋太鳳。即係完成咗第二季嘅遊戲之後咧，就即係出翻嚟呢個現實世界裏邊啦。咁佢哋就結咗婚，咁啊生活都好美滿嘅。咁但係後來咧，就係呢個佢老婆即係土屋太鳳咧，就遇到呢個賀來賢人飾演嘅一個教授啊，就俾佢引導，就再次參加呢個遊戲。咁所以呢個山崎賢人咧就要再次出動啦，就要進入翻呢個遊戲裏邊，即係救翻佢老婆啊。咁所以今次呢一個咧就劇情上面咧就比之前就短少啲，即係只有六集咁多。咁但係裏邊咧其實都有唔少嘅遊戲嘅。咁當中六集嘅劇情咧，咁我覺得咧就中間嗰幾集咧就比較精彩啲，頭尾就其實有啲失望嘅，即係尤其是當初第一集咧，其實感覺上有啲悶，甚至係有少少即係唔係好大興趣追落去，因為佢當初花咗唔少時間就去講翻即係個背景啦，即係個主角啊山崎賢人同埋土屋太鳳裏邊結咗婚之後發生咩事啊，又或者點解有呢個賀來賢人呢一個教授出嚟啊咁樣，即係花咗唔少篇幅去交代啲背景。變咗有啲節奏有啲慢啊，亦都未咁快入到呢個遊戲嘅戲肉裏邊。咁啊，但係就即係由第一集尾開始之後進入咗遊戲之後咧，其實之後幾集咧其實都幾緊湊啊，即係亦都有唔少嘅遊戲去發揮啦。咁但係到最後咧，即係去解決個問題嘅方法咧，即係話最後嗰個遊戲啊，又或者佢之後遇上嗰個神秘人嗰啲橋段咧，感覺上又有少少拖啦。再之後完咗遊戲之後咧，通常好似啲日劇嘅方程式啊咁樣啦，都有一個比較長嘅收尾啊。嗰度又係節奏比較慢啲。咁所以呢個劇集比較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即係頭尾咧就比較悶啲，又或者比較冇咁精彩。反而中間嗰幾集咧就好睇啲。
嗱，咁我諗大家睇呢個劇咧，咁最比較關注啲就係呢一個嗰啲 game 啦，嗰啲死亡遊戲啦。咁尤其是之前我哋睇呢個魷魚遊戲第二同埋第三季咧，對於嗰啲新遊戲咧，其實都有啲失望嘅，即係覺得佢即係有啲就比較拖長啦，又或者冇之前第一季咁精彩刺激啦。咁如果對比翻即係呢個《今際之國》嘅第三季嗰幾個 game 咧，其實我覺得係各有千秋啦。即係有幾個 game 其實 OK 嘅，但係有啲就比較悶啲。咁啊，當中即係喺呢個神社裏邊抽籤射火箭嗰個 game 咧，其實會係比較好睇啲啦。因為嗰個 game 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睇翻呢個原著漫畫，就會發現啊，係漫畫裏邊嘅第一個 game 嚟嘅。只不過當時即係佢改編拍成呢個劇集之後嘅第一季咧，就改編咗，就刪除咗呢個遊戲，就冇喺呢個劇集裏面出現嘅。咁今次就再次拍翻，咁所以呢個 game 有呢個原著作為呢個藍本咧，就當然係比較緊湊刺激啲啦。咁另外，譬如喺火車裏邊放毒氣嗰個 game 咧，其實喺漫畫裏邊都有一個類似嘅 game 嚟嘅。咁但係就同今次呢個劇集版有少少唔同，咁都係有少少嘅 reference 啦。咁所以都有少少睇頭嘅。咁啊，其他 game 方面，我自己覺得比較難忘啲，或者比較即係印象深刻啲嘅，就可能講緊係即係喪屍紙牌嗰個遊戲啊，又或者係搶冠嗰個遊戲啊，即係比較叫做有啲動作戲睇下，即係啲追逐咁樣。同埋有啲計謀咁樣啦，咁所以就比較令人投入啲嘅。咁但係好可惜咧，最後嗰個 game啊，我覺得就比較係悶嘅。咁呢個 game 其實主要就係講佢哋必須要揾出呢個即係密室嘅出口啦。咁當中佢哋有唔少嘅選擇，每個選擇可能都會牽涉到佢哋嘅前途啊。咁但係即係呢個 game 嘅表現方式咧，就以一種比較叫做節奏慢啲啦，又或者比較沉悶啲嘅方式去呈現啊。咁我呢度就唔劇透太多。咁但係如果大家有睇過嘅話咧，可能都會同意啊。即係當大家睇完之前有幾個比較緊湊啲嘅 game 啊，即係好似呢個喪屍啊、紙牌啊，又或者呢個搶冠啊，甚至係呢個爬鐵塔嗰個遊戲之後咧，咁你預期最後一個 game 咧就會都係有比較緊湊性強啲啊，又或者一啲動作嘅發揮啊。咁但係好可惜呢個 game 就突然間即係個節奏一轉就變得好慢。咁啊再加上佢裏邊咧亦都即係牽涉到好多呢啲角色嘅背景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即係對啲角色嘅感覺唔係話太深嘅話咧，相對嚟講就會覺得係唔係咁能夠投入到咯。咁其實當中即係亦都牽涉到即係呢個戲裏邊啲角色嘅問題啊。咁我覺得始終呢個劇比較短小精幹啲啦，其實只有6集咁多。咁但係你啲玩家嘅數目都唔少啊。咁你究竟要點樣即係令到大家對呢啲玩家又或者啲角色啊，即係產生一啲情感嘅聯繫咧？其實都幾考導演嘅功夫。就比較可惜嘅係今次即係我覺得導演就係做得比較差啲嘅地方就係即係呢啲好多啲配角咧個吸引力咧就唔係話好似之前嗰兩季嗰啲角色咁吸引啦。咁當中譬如大家如果記得之前嗰兩季，即係諗到即係兩個非常之突出嘅女角色啊嘛，即係呢一個三吉彩花做嗰個女警啦，又或者呢一個朝比奈彩做嗰個變性人啦。咁裏邊即係不論個造型啊，又或者角色本身嘅故事啊 background 啊，好吸引嘅，都有一個追看性喺度啊。咁相對嚟講，今次即係今季呢啲新角色咧，即係雖然佢個類型都唔少啦，即係有一個導遊啊，又有啲中學生啊，又有個師奶啊，再有一個神秘女子啊咁樣，即係身世都幾特別。咁但係即係發展落去咧，又好似冇咩一個好大嘅吸引力。咁啊，正因為咁嘅原因啦，所以大家睇到最後嗰個 game 即係牽涉到呢啲人物嘅前景嘅時候咧，即係就算佢哋面臨一啲所謂風險啊，大家都會唔會有一個好強嘅觸動感啦？咁啊，講翻人物啦，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今集嘅角色嘅吸引力咧，的確冇上集咁強嘅。即係好似如果你話講翻靚女角色啦，上集有即係三吉彩花同埋招比奈彩啦，今次咧其實就換咗啲新嘅人物。咁當中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講樣嘅一個吸引力咧，就係呢個玉城天娜啦，即係嗰個藍色頭髮即係 Bob 頭嗰個角色啦。呢個角色其實開頭出場嗰時咧係幾吸引嘅，即係講呢個喪屍紙牌遊戲嗰陣時咧，即係個神秘感，即係好似知道好多秘密，亦都好似有啲計謀啊，想吸引去主角去注意咁樣。咁但係發展落去，即係玩完呢個遊戲之後咧，咁呢個角色咧就突然間好似有啲大跌鑊，變咗好似無關痛癢咁樣。咁啊，所以係好難令人去有一個對呢個角色有一個情感嘅聯繫啦。咁另外一個即係比較靚女啲嘅角色就係呢個韓裔女演員啊，袁莉啊。咁點解會話佢有一個吸引嘅喺度咧？就係話，即係佢第一場即係射火箭嗰陣時咧，其實有一場戲就講佢受傷咗，咁啊變咗要即係唔知點解要撕爛佢啲衫嚟幫佢急救，咁啊變咗有少少 show 身材啊！咁啊亦都係我諗感覺上導演係想用呢個角色去代替翻之前即係比較用 show 美式嘅呢一個招比奈彩或者呢個三個彩花啦。咁但係呢個角色後來發展落去咧，亦都冇一個即係特別嘅戲份俾佢去發揮嘅，咁所以呢個係比較浪費啲咯。
咁同埋另外一個比較大嘅弊病咧，就係同《魷魚遊戲三》有啲相似嘅。如果大家記得我哋當時講呢個《魷魚遊戲三》嘅評論嗰時就話過啦，即係話部戲發展到後來啊，即係啲比較有吸引力又或者比較討好啲嘅角色咧，就通通都一早已經死晒啦。即係留翻落嚟嗰扎人咧，就其實大部分都唔係話咁討好啊，或者咁惹人喜愛啊。咁所以大家睇到最後咧，就算佢哋係咪死啊，又或者有啲咩不幸嘅遭遇咧，其實都唔會有一個好大嘅感覺。咁其實今次呢個今際之國的有妻第三季都有啲相似啦，即係裏邊比較吸引啲，又或者比較容易即係令人博得好感嘅角色啊，即係通通都喺中段其實都已經掛彩㗎啦。咁所以留翻出嚟落嚟嗰幾個角色咧，其實大部分咧就感覺上都唔係話真係咁討好啊。咁所以睇落去咧，亦都冇一個即係好強烈嘅共鳴感，又或者好關心呢啲角色嘅生死啊。咁所以呢方面係比較失望嘅。咁啊，最後一集咧就亦都有一個重量級嘅人物去客串啦。咁係邊個就唔講住啦。咁啊，大家睇完就可能會知啦。咁但係呢個重量級嘅人物咧，就當然係冇呢個魷魚遊戲三嗰位重量級人物咁重量啦。咁但係都係一個大牌嚟嘅。咁好可惜啦，即係呢個對於呢個大牌嘅運用咧，我又覺得有少少浪費嘅。即係佢同阿主角嗰場對弈咧，我覺得又即係有啲無厘頭啊！即係當然有啲人話，即係令佢想起歐洲某一部經典名著啦。咁但係我睇完就覺得有少少無厘頭，亦都冇辦法再即係將呢部戲推向一個高潮，反而係跌翻嚟一個反高潮度。咁所以係有少少臨尾香嘅感覺咯，即係令到我對呢部劇嘅評價由本來都唔錯，亦都係會降翻少少分。咁啊，睇翻到最後咧，亦都有同魷魚遊戲有啲相似嘅地方，就係睇嚟即係呢個製作人對呢一個系列啊都有唔少嘅信心，亦都覺得呢個系列咧有可以衝出呢一個本國嘅範圍啊！即係魷魚遊戲就衝出韓國，就去到美國啦。咁今次呢一個今際之國咧，亦都有類似嘅發揮啊！咁啊，唔知今次呢一季完咗之後咧，之後會唔會再嚟一次啦？但係就會將呢個舞台咧就轉向呢個世界唔同嘅地方啦。嗱，咁最後就講多句啦，就好似我之前即係開頭提過啦。咁啊，雖然即係今次呢一季啲玩家咧都係啲新嘅人物，咁啊，但係咧就之前兩季啲大家都好喜愛嘅人物咧，其實都有做一個客串嘅出場嘅。咁究竟佢哋有咩事要客串出場咧？咁啊，大家記得留意即係呢個劇第六集最後嗰半個鐘頭嘅情節啦。嗱，咁講完兩部重頭嘢，就講翻最後一部就係呢一個梅艷芳 4K 全新剪輯版啦。咁其實呢部戲之前喺新片速遞都有提過，都有介紹過啦。咁講翻今次呢個剪輯版咧，就係話呢個所謂3個鐘頭啊，206分鐘嘅版本啦。咁啊，雖然即係都有一個吸引力啊，咁但係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呢部戲喺2021年喺戲院上映咗呢個137分鐘版本之後咧，其實都喺呢個 Disney Plus 上過一個230幾分鐘嘅劇集版，總共拍成5集嘅。咁所以裏邊好多片花咧，其實大家都可能都已經有睇過啦。咁啊，究竟今次呢個200分鐘係有啲咩唔同咧？咁其實就對於我嚟講咧，吸引力就唔係話真係咁大嘅啫。點解會喺呢個10月10號就安排即係呢一部唔係咁耐歷史嘅戲做呢個 4K 修復上映咧？根據呢個官方解釋咧，就係話配合翻即係阿梅艷芳本人咧，即係呢個生忌啦，即係佢喺呢個10月10號度出世嘅。咁除咗呢部戲之外咧，另外仲有2部都會一齊上啦，就係呢一個啊胭脂扣同埋呢個審死官嗰2部咧，就真正係阿梅艷芳嘅經典之作啦。嗱，咁講翻呢一部戲啦，咁我諗其實好多人睇呢部戲同我哋一樣啦，當初就係想睇下究竟呢個新人王丹妮有幾似呢個梅艷芳，又或者有其他選角同呢個真人版本有啲咩唔同啦。咁其實當時嘅王丹妮就係所謂一個特別介紹啊，佢之前就冇演過啲咩戲，亦都經過咗好長時間嘅訓練啊，去演出呢個角色。咁所以佢出到嚟嗰時候，大家見到佢個樣啊、佢啲妝容啊，又或者佢唱歌啊、講嘢啊個風格啊，其實都同阿梅艷芳本人非常之相似，亦都有一個讚賞喺度啊。咁但係好可惜啦，雖然佢個外形係做到十足十啦，即係化妝啊、樣啊、各樣啊，甚至佢講嘢啲語氣啊，其實都好似阿梅艷芳本人啦。但係個演技咧就始終比較自戀啲嘅。佢裏邊好多場戲咧，其實都即係體現到咧，佢嗰個演技咧，的確係未去到一個層次可以演一啲比較即係深入啲嘅感情戲嘅。好似當中例如一場戲就係講佢同阿廖子妤，即係佢做佢家姐梅愛芳個角色喺醫院裏面話別嗰場戲啦。其實 suppose 嗰場戲係需要即係好強烈嘅演技去表達到佢兩兄妹嗰種情感。咁但係好可惜啦，即係阿王丹妮個演技始終比較自戀啲。咁喺裏邊嘅表情咧，其實都係比較無力啲、茫然啲，即係好似有種不知所措嘅樣咁樣。但係就唔係話即係咁入戲啊，即係未必做到嗰種好悲傷嗰種感覺啊。
咁相對嚟講，佢做佢家姐嗰個廖子妤咧就好好多啦。始終佢都有多年嘅演出經驗，咁再加上兩個人比較之下，就令到佢嘅演出更突出。咁所以當年好似佢都憑呢部戲咧就獲得呢個香港金像獎嘅最佳女配角嘅。咁我睇翻部戲其他角色咧，其實嗰個選角，自己覺得咧就唔係話真係非常之理想，感覺上都係因為賣個大牌多過賣嗰個演員本身係咪同個原型人物有啲相似啊？即係好似阿古天樂做一個原型人物係劉培基嗰個裁縫嘅角色啦。咁如果大家有睇翻以前阿劉培基啲訪問啊，又或者即係有接觸過佢嘅人都知啦，其實佢係比較文質彬彬啲，又或者比較斯文啲，甚至有少少 cam 地嘅一個人物嚟嘅。咁但係如果大家你講到呢啲形容詞啊，咁啊同阿古天樂基本上係完全相反啦。古天樂係比較 man 啲、陽光啲、沉默啲，又或者比較粗獷啲嘅一個演員嚟㗎嘛。咁所以揾佢做即係呢個時裝設計師咧，其實係外形上係完全唔似嘅。亦都相信係因為即係需要一個大牌演員去做呢個襯托，咁所以就揾佢係多過因為佢係似呢一個劉培基啦。咁另外，譬如好似呢個阿楊佑寧啊，台灣演員做呢個林國斌嘅原型人物，即係呢個 Ben 嘅角色咧，其實都唔係話太相似啦。即係楊佑寧始終係一個台灣嘅演員，再加上佢嘅外形或者佢嘅氣質咧，其實一路以嚟都係有少少即係台灣台式嗰種鄉土味啊。所以佢做呢個林國斌啊，呢個地道啲，又或者一個比較有一個亦都係粗獷啲嘅味道嘅演員咧，其實係唔係話真係咁相似嘅啫。咁另外你好似揾阿楊千嬅做經理人陳淑芬啊，又或者揾阿白只做黎小田咧，其實都係一啖笑啦。即係你不論外形啊，不論呢個氣質啊，又或者演出上面咧，其實都同本人唔係話非常之相似嘅。你話呢部戲係咪冇翻睇嘅價值咧？亦都唔係話冇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話頭先我講過佢呢個系列將會上映3部戲啦，咁啊另外2部就係呢一個審死官同埋呢個胭脂扣咧。我覺得如果大家想緬懷梅艷芳嘅話咧，其實嗰2部戲更加有一個翻睇嘅價值啊！咁2部戲其實都歷史好多年啦，都係80年代、90年代嘅作品。咁尤其是2部戲其實都反映翻阿梅艷芳即係作為演員啊，兩個非常之唔同嘅一面啦。咁當中有演呢個正劇嘅呢個胭脂扣，亦都可以話係佢演呢個嚴肅啲嘅一啲劇情片嘅一個巔峰之作啦。當年佢亦都憑呢部片攞咗好多唔少嘅獎項啊！咁亦都係佢少數即係比較沉鬱啲嘅一個角色啊！咁所以係非常之值得大家去重溫。咁至於審死官，亦都可以話佢係喜劇嘅代表作啦。尤其是即係佢同呢個周星馳合作，都擦出咗唔少嘅火花。咁如果大家都知啦，喺周星馳電影入邊，即係大部分嘅女角啊，通常都係一個比較陪襯啲嘅角色。咁啊，當中只有比較少數嘅女演員啊，可以同佢平起平坐啊。包括呢個吳君如啦，又或者今次呢個梅艷芳啦。咁尤其是阿梅艷芳，即係嗰個本身就係一個天后級人馬。咁啊，所以佢氣勢上咧就同呢個周星馳困埋一齊咧，其實係不落下風嘅。所以佢亦都係少數能夠喺呢個大銀幕上啊，同呢個周星馳平起平坐、勢均力敵嘅一個女演員啊。咁所以呢部審死官咧，其實都非常值得大家去重溫嘅。嗱，咁好，今個禮拜嘅3部戲就講完啦。咁如果你話排名的話咧，咁我諗我會排第一就係呢一個《今際之國的有妻》啦。咁雖然佢嗰個結局係有啲令人失望嘅，咁但係始終有第一、第二季建立嚟嘅感情，咁所以我都係會提高一線。咁啊，一戰再戰就排第2啦。咁雖然呢部戲嘅劇情咧，對於我嚟講就唔係話非常之吸引。咁但係單純睇呢個演技啊，尤其是呢個 Sean Penn 嘅發揮咧，都有即係值得一看嘅價值嘅。咁啊，最後就排呢個梅艷芳，咁就唔係話呢一部戲唔好。咁啊4年就對於我嚟講就唔係一個咁長時間啦，喺裏邊好多劇情啊，甚至啲場景咧，其實都仲有印象嘅。咁所以你話係咪真係有一個興趣想咁快重溫翻咧？其實都有啲值得商榷之處嘅。咁所以就排喺第3啦。好，咁啊，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節目咧，就請幫忙一下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啲片啦，又或者係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咁如果中意呢一個聲音節目嘅咧，就可以去呢個 Apple Podcast，又或者係 Spotify 揾到我哋嘅聲音節目。咁如果中意文字影評嘅咧，就去呢個 Cinespot.com 電影網站裏邊去睇下。咁下次再同大家見面，拜拜。